今日教大家嘅係，當你隻搖搖停咗之後，點樣可以好快咁撻一下就捲翻上手呢？搖搖停咗之後，除咗一般用手慢慢將佢捲翻上嚟之外其實仲有好多進階嘅快捷方法。今日就嚟教下最常見嘅一種。首先用冇綁住搖搖繩嗰隻手揸住隻搖搖，手指公放喺搖搖中間空隙嘅位置，然後5隻手指都要用力揸實隻搖搖。而綁住搖搖繩嗰隻手咧都要用力，2隻手向相反方向施力，好似要扯斷條繩咁。施力嘅同時，放喺搖搖上面嘅手指公做一個撻火機嘅動作，令隻搖搖旋轉，咁咧佢就會沿住條繩捲翻上去。咁點樣可以直接收翻上手呢？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要再大力啲去拉扯佢，拉到佢彈起彈埋個頭，再反手接住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如果你用手指公呢個方法好難成功，可以試下改用成隻手掌去壓住隻搖搖，再順住用4隻手指去撻佢。跟住咧就係當隻搖搖上到嚟一半之後咧，就可以接住用迅雷出擊、旋風掃落葉或者環遊世界呢啲招式，令隻搖搖咧就更完整咁收翻上手。咁而1A 金屬搖搖都係一樣，只要你學識咗扳繩回收，用撻繩嘅方法咧，俾個旋轉隻搖搖之後咧，一樣就可以唔使慢慢捲繩都可以收得翻上手啦。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！